展开客床的神秘面纱，行到戏棚下真实记录。我係唔一樣，一對好看戲劇嘅新聞主播，我能談論客床人嘅腳步，對台灣到世界，對表演到異彩靈魂。看到人呢堅持同熱情，發現真有意思嘅幕後人生。藝術拿來做乜嘅呢？柏拉圖認為講，藝術是得醫治心靈，藝術家嘅職業係要同大家聽書，同人生過好來。更加人過從人來認識有療癒哦，故說藝術也個功能咩，人來認識到充實。也是人如果去拜訪兩個專家，去了解，用來透過舞蹈同音樂帶領大家尋生命能量。他們時代進步，相對人嘅壓力引來引衝，故所以路有為同藝術拿來用喺愛乃身心靈嘅方法。今年我去拜訪嘅先生，一路係用舞蹈來同大家聽解開心肝頭空嘅圖塔。生活當中有很多嘅壓力，唔都係用來紓解嘅呢。有一種方式係欣賞大家對身體嘅各項同充實，安尼使到韓國人呢體會到存在感同生命嘅意義。比如講用跳舞嘅方式，也喺外路來拜訪睇特別開學教書嘅馮延飛先生嚟看啊，也會係用嚟嘅課堂。馮延飛先生係一位心理學博士，咪係一位專業嘅舞蹈治療師，利用貼合的舞蹈愛乃，為人對自家嘅人生動作產生具體嘅覺察能力，同時韓國認識情緒同身體嘅關係。Hello， 易容好。我今天可以來上你的課嗎？歡迎你加入。謝謝。謝謝。然後我們剛好在講就是身體跟心理還有這個世界的關係。那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身體跟情緒。身體同心靈有一條看唔到嘅線呢，相互當中相互影響。馮延飛先生會希望大家喺平常嘅生活當中用心來好好看下自家。這些生理會影響我們的身體表現，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就算意識到都沒有那麼容易。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有覺知，覺知還是最根本的。我們要覺察到，我們知道了我們的情緒跟我們生理的狀態，然後就是我知道了，我讓它有一點點時間流動，但是不能隨着，不是說情緒不能控制，我們不能隨着情緒起伏太久。延飛先生愛眼人此能學個背起呢個當分間，大幫案呢在個同情緒表現出來嘅過程，詳細看下自家嘅手腳會有乜嘅反應同動作。就是很像是那種氣要往上的那種感覺，所以你會有一段一段，它不是連續，它是那種片面。你可以再說一次那個感受嗎？就是感覺要生氣了，感覺要生氣，然後有那個呼吸調整，所以你那個氣會跟着你的呼吸這樣，然後身體會跟着一起往上抽，然後下來，要往上抽又下來，所以它是一個段落，然後一個段落這樣。還有一個延伸跟停止，我們就做呼吸哦，你就是做一個斷奏式的呼吸，準備好就走，加上生氣的感覺。好，可是剛剛有人有講，它是一個向外散發出去，再把這個加進來，所以我們現在做哪個？呼吸，生氣的生氣，向外發散。同背起嘅動作，一啲一啲嘅分解，同樣分解開來嘅一啲一啲要擴散出來嘅行動。每一天樣對我來講，真然係忙實見怪又神奇。沙倫先生愛眼人齒輪同背起嘅經過，用從協商三連拍嘅方式提做出來。停住 ，hold 一下，hold 住這個感覺。你可以先把眼睛閉起來，感覺一下這個身體。好，這東西把它放掉，趕快跳一跳，甩一甩。自家都係一個複雜嘅馮崇志，也是談論馮延飛先生向下做舞蹈愛乃嘅頭路，對用舞蹈來同別人聽書，有過什麼感受？因為舞蹈
来用在疗愈，其实在台湾发展还没有很久，而且还没有很多人在做。那你自己又是舞者，你当初接触到这一门学问的时候，你有什么惊吓？你是要听真的还是假的？啊，当然是真的。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说你在干嘛？因为我们太多身体动作经验了，我们手手脚脚很多啊，你要我们怎么扭都可以啊。当这个东西它要我们放慢，它就是其实都是用从舞蹈里面取出身体很单纯的元素，手、爬、动之类的这些东西。所以对我们来说，对舞者来说，大量动身体的人来说，它会很单调，因为我们的资料库太多了。我就会在想，我们这样的人去跟非舞蹈的人工作的时候，这些东西在他们身上反而变成很大的宝藏，因为他们身体的资料库没有这么多，所以当他们产生了这样身体的新经验，然后又加上话语的引导，确实好像可以造成让他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看见。那对于舞者来说，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是，哦，原来这些动作有那么大的效果。我们可能以前就是过去，动作过去就算。原来一个抬手，一个头，你可以帮自己讲很多话，你也可以为很多人讲很多的话。它就会让那个东西变得比较深一点，而不是只有动作过去。所以我觉得那个引导说真的还是很重要。知道自己的动影响着身边的空气的流动，知道你的动带动了气流，知道你的动，知道你的呼吸，都会为你身边或更遥远的人带来一点点很细微没办法觉知的影响。老师，你觉得这个舞蹈的疗愈啊、治疗，它可以补哪一块？就是你看到那么多各种不同的有故事的人，它有哪一个部分是你觉得其他的疗愈方式比较做不到的？舞蹈本身就是身体本身就是我们疗愈的一个媒介或是一个界面。那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身体是一个很当下、很真实的体会。那这个体会如果能够用语言来整理，它就变成是非语言讯息跟语言讯息的整合，它会让人的表达更完整。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举个例子好了，之前有个学生跟我说，老师都叫我要放下，就是他的老师都叫他要放下，他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放下。可放下这两个字对我来讲就是身体的动作。所以我就用身体动作来跟他讨论老师说的放下是什么，因为他的老师在跟他讲放下这件事情，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他其实很挣扎，明明这件事情他就是所谓的放不下，可是因为老师说要放下，所以他就很努力要放下，可是那个放下是这样子的，我们就用身体动作来经验什么叫做放下，就你真的要放下吗？然后他就那个过程就觉得就舍不得，就有那个舍不得的经验就会出现，所以他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做了很多次之后，他突然回来讲说，原来放下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可是我根本就是不想放下。然后这样的讨论可以再来，因为你可以知道你握这样久一定累嘛，所以从身体来讲他不可能不放下，所以那个放下不是绝对的，不是单一的，而是不同情境他就已经放下。所以当他发现这样的时候，他就用身体去体会的时候，他发现就是本来看事情是这样，后来就比较广一点，原来我不用要求自己放下，我有时候是放下的，所以他就变得比较轻松。虽然心灵我们看不得到伊的形象，也名不得到，不过我们做得利用眼神来接近伊的本质。接下来尹飞先生为我们继续声音，让我一种混乱的感觉。再多一点点那个小卡动，因为有人想要打死，有人想要踩它，对不对？就有人想要踩它，对不对？所以你再加上你要踩，然后又要躲。OK， 可以吗？要躲要踩，不要躲开，然后请你把身体全部加进去，可以吗？好，预备啊，来，张腾出现。
我觉得让我对于人有更深的认识，而且是很直接的，我可以看到这个人很体现的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他的改变，因为身体呈现的谁都骗不了嘛，这是一个。对我自己的改变是，我觉得看人的方式也会很不一样，自己跳舞的方式也会变得不一样。以前就是哇手手脚脚啊，很快过去啊，要让他要记住。对啊，当然那个东西很重要，对舞者来说，在追求这些东西也很重要。可是技术之下的就是里面的那个东西，怎么样去感动别人，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在带这些团体的过程当中，让我看见人，让我更认识人这个东西。相对的，它让我在诠释动作上，我可能不一定要赋予它意义，但是我会知道我要去尊重这些动作，哪怕只是一个手，但是我知道这个手它是要举得很有意义在那个地方。我觉得对我来说，跳舞有很大的改变。伊对简单的动作，其实如有一个复杂的心灵密码。尹飞先生要打棒用无相同的舞蹈律动的方法，而让人同样的环境有韩国层面连接。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可以尽量准确的读出自己身体，再告诉我们，好像身心都会比较健康。我会用的另外一个说法是，我们如果能够觉察我们自己的身体，如果你要永远一直在觉察，其实是很累，因为我们身体有自动化的模式嘛。所以我会变成说，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现在生病了，就让自己生病吧。我需要一点时间，我不会在我生病的时候指责我自己，或者是会跟自己说，以后可以怎么样，就跟自己对话一下，而不是去勉强自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是，其实身体本来就是流动的，就跟我们的宇宙、跟我们的世界一样，它本来就是流动的。我不去强迫它，它也会变化。但是那是没有意识、没有在注意它的状态。所以我如果注意着我自己，不用时时刻刻想到的时候，我呼吸一下，注意一下自己；走路的时候，看一下自己走路的方式，感觉一下自己，我觉得只要有做到觉察就可以了。你讲过按每一科啊，对大家如果关于讲书哦，或是有样人的身体啊、同经验、同环境啊、上风会相互影响，身上你应该就会你的运势只是做看啊，证明讲你用的相会影响到你的养生表现，反之亦然，你也是在用做出来的你的养生表现，常常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营养，也对管理情绪啊、面对人生啊，我讲过如果对于讲书。为到而由韩国多年来认识舞蹈而来，冯延飞先生睇2年没有开课本一般民众来上。今日的亚节课，如果希望每3人对舞蹈当中来发掘自家的人格特质。我们中间可以有2个人，然后你们可以决定你要跟哪一个人的动作，然后做完之后我们就各自我们决定要换下一个人了，好人下一个人了，然后就再过去，好不好？54的人面对面难免有失败的尴尬，故所以延飞先生爱让人先用眼神来相互上家门，那有想到也得通作做一年下来，暧昧鬼神太好呢。老师，我们刚刚上了4小时很有趣的课程，然后我真的暖身完啊，我这边都是汗，可是很有运动的感觉，然后又很有趣。为什么你会设计这样子的课程？其实今天课程主要是针对就是有些人对舞蹈教其实有兴趣，但是没有地方去学习嘛。那这堂课程我就是用舞蹈教的概念，然后舞蹈教就是跳舞、动身体，然后再加上这一次的主题有我们的动作跟我们人格特质的部分。舞蹈教里面有一块动作分析，它在讲我们的动作有
有我们的人格特质在里面。那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然后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经验过的，所以我就把动物放进来，因为动物里面有很多我们很纯粹的部分，是我们人好像还没有经过社会化的过程的一个很原始的动能，所以我就把它整合在一起。那但是那个暖身，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动，所以身体动起来以后，那个整个人的表达会不一样，所以就故意让大家很累。里头的大家韩国了解自家的人格特质，尹飞先生运用开始通做分析内容，提天来方用的各种动物的相片，以为俺能去探索同学动物。走的时候，你到每个动作上面都做一下它的动作，感受一下那个动物跟你的关系，它怎么样影响你的动作。睇下个动分间，大家整腔变做的各种的动物，韩国只能去同动物之间的感情连接起来。先感受一下自己是怎么样站在这个土地上，然后想一下你的第一只动物，然后你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去探险、冒险，进入动物的动作的旅程。记得你要旅行哦。在做这个动物的过程，也可以去想想看，感受一下，跟你生活里面哪个现象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或是你身体这样子的感受，跟你生活里面某个情境有那么一点点的相似。你后来有说，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选动物这种啊，我们都会觉得，那大概是会对应到人格特质背后还有更多东西。你要不要再多说一点？在我的概念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多元的，我们不会只有一种人格特质，我们有多元的特质，因为不同的人，我会展现不同的特质在这。那同时，我也知道我们很容易就对号入座，我们人类有这样的特质，我就要对号入座。其实我觉得，在我的社会建构里面来讲，我们是人跟人都会人的互动关系会引出你的某一种特质，所以我们有各种可能性。但是因为我们会容易对号入座，所以我就会拿出来提醒大家，尤其是有时候刚刚同学们会讲到说，他可能发现到，自己正在经验某一种状态，比如说他一个蜕变过程，我是一只羊到一匹马，这个过程其实它可以回应他目前的状态，就这样的觉察，我觉得就够了，因为只要有觉察到，我们都在随时转变。就是我们觉察之后不能死抱着不放，你觉察之后就发现，原来我现在是马，可是我是从羊变到马的，所以我马还有可能变成什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历程，所以我会比较去提醒这个部分在这里。其实人类在还没有语言以前，我们本单都晓得用身体动作、声和个表情来同人沟通。尹飞先生都是一步一步的引导引带，而我们前规听表还过久的集体语言。不是讲舞蹈治疗不但强做的用来认识自家，也对于解开新冠幅度的情绪，美国有效果。跳舞不单只是在帮人表述，大帮认识自家的身体，甚至还是在以此人的心，韩国深到韩国国的人生价值咯。今日我要来拜访的一个人呢，以4个年前如有上过冯延飞先生的课，而同我分享伊个心得。喺台中嘅林沙峰，是因为千年磨合，通常都心肝跌落下降，一直无心无想行出来。今年呢有一摆机会，伊接受冯延飞先生嘅指导，究竟按那个舞蹈而来，喺伊嘅生命当中有哪个影响呢？因为那时候是沉浸在悲伤里，因为还有2个很小的小孩子，那我觉得必须要坚强。
那坚强，你必须要借助一些我们讲的一些助力上来去帮助自己，这是我所知道的。那既然有这样的因缘，我就会把握。那我发觉，上课下去，我觉得不错，对于我来说，从身体一直到心灵，然后从心灵里面又走到我们更高一层所谓的灵性，我们所谓的神性那个部分。我想，一个刚丧偶的，那时候才30几岁嘛，那孩子好小，那个悲伤是很大很大的。那你要怎么在那里去找到一个安顿点？那你必须要有一个 bridge 这种东西。那从洪怡慧老师的带领之下，我觉得慢慢我去觉知，我有身体耶，而且我的身体我必须要去照顾它，从照顾它就照顾到自己的身体，我才发觉我有爱这个东西。那我不只是爱我已经去世的先生，我更爱我的小孩，我也更爱我周遭的亲朋好友。用漂浮来寻归自家的心，如安尼比外来到位。林师傅每路有为重新面对生命的力量，对悲伤当中行出了过后，今日以每本保持时时觉察自家的习惯，安尼身心灵如唔会偏从强，加增吃菜。那种律动是一种安定的力量。我觉得方法都是自己去找的，而找的那个方法会是你觉得你也很欢喜的，你很喜悦的。好多人都会陷在那个忧郁里面，对。可是我觉得，或许我的特质啊，在山上长大的孩子，我觉得我会去找更多的方法灌注在我自己的身上，会让我自己只能往前走，不能够往后看这件事。那这个对身体的了解，你觉得对你之后的人生生活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非常大。比如说，我最近流感，我会问我自己，我怎么了？为什么我让我的身体的这个和平度不够？就是说我是不是我的内在世界里面有一些交战，造成我的身体这个病毒或者细菌，它会进到我的身体，然后我跟它并不是好朋友那样的和平，造成的一个感染，然后让我的身体受苦。因为舞蹈疗愈，所以我知道我有身体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了解我应该去关照它，知道自己有爱的能量。其实爱的出发一定要从自己出发，从爱自己出发，这件事情很重要。然后你爱自己之后，你会了解你自己，你也比较能够倾听内在的声音。那因为你能够倾听内在的声音，所以很多事情你就会明了了。用漂浮来安慰鼓励人心，也多年来冯延飞先生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再过来讲，在台湾还有另外一种爱爱的方式，而是用音乐来开展新人的人生。因为每个人如果要谈音乐吼，无论你是用你的心情、心境，如果有一条地动的曲嘅，是得突然表态出来。唔单止係你哦，音樂還有療癒嘅效果。喺台北路一個陳群林先生，伊長期用音樂帶領一群特殊聲音嘅，伊係用嚟做嘅，我今日要嚟了解。陳群林先生，伊對26年前去世，如落神到用音樂愛嚟嘅兩日來。伊但是係輔導衝突身心障礙嘅小學嘅，大幫比學音樂來建立特殊小學嘅信心。伊咪同一群長期合作嘅家長，成立嘅中華民國身心障礙音樂傳藝發展協會。嗨，一龍，你來了，嗨。是來參觀你的工作室？沒有，有點亂，不好意思。感覺道具很多哎。是，你現在在工作嗎？是在幫學生編曲子。對，這個是一個編給團課的孩子看的譜，然後跟鋼琴伴奏的譜。看着那鋼琴行嘅樂譜，群林先生嘅樂譜畫滿了各種色線，讓我突然聯想嘅舞拍嘅衣服無嘛共用呢？
我们一般孩子在学看谱，就是看黑色的五线谱，不然就是看简谱。那因为我们带的孩子，其实有些孩子在认知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试着用颜色在教他们。对，所以你看到很多颜色。那想想看，彩虹，你知道彩虹的颜色吗？红橙黄绿蓝靛紫。对，红橙黄绿蓝靛紫。那你知道音乐里面的音有哪几个吗？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对，对不对？7个，红橙黄绿蓝靛紫，刚好7个。对，所以我们就把这2个组合在一起。哦。所以我们就用红色去代表。是红色。对，然后瑞橘色，咪发嗦。跟拉，那我们就是用浅蓝跟深蓝，然后西就是紫色，紫色。那你会看到还有一个粉红色，那这个是用来区别高低的哆跟哆。那超过的音，我们就是用加上往上的箭头或往下的箭头。这样不会更复杂吗？好，不会，因为基本上其实你包括一般孩子在学五线谱，他一次也不是学那么多个音，对，他也是一个一个一样东西叠起来。那这个只是就是说针对一些比较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孩子，一些特殊状况的孩子来讲，那他可能在学五线谱部分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就是找说，用不同的方式试着让孩子去做学习。对，那他也是一样可以玩音乐。训练先生教的小学的，但就身心有障碍。故所以用各种方法，希望也到小学的学起来更简单啊！除了食谱以外，先生还有另外一个写土机旋律钟。来，上面有看到它有 A B C D E F G， 对不对？对。还有1、2、3、4、5、6、7，对不对？对。好，来，你可以照数字排。好。找1。好，1在你的在这边，离我近一点吗？1离我近，这边摆你这，好，对，这是2，要摆这吗？好，3、4、5，好，6、7、8，好，你要不要拍拍看？好，哦，太客气了啦，整只手下去整个吗？所以你发现它跟音乐的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其实是一样的。对。好，那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里有2个红的？对。它在声音上不太一样，对不对？听得出来吗？听得出。有的人听不出来。哦。对不对？所以导演好像会听不出。好，所以我刚刚有讲说，我会用粉红色来代替高的，因为有的孩子他基本上他不一定真的是可以分辨出高低，可能，但是基本上大部分如果说一步一步去学的话，是分辨得出来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用它的名称，我是叫它音律钟，那有的可能会讲它是旋律钟或者是彩虹钟，不管，那总而言之它就是长这样。三轮训练先生又拿出调子，对音乐爱奶来讲，调子又有哪个功能和作用呢？其实我们就光讲说这个撕贴纸的部分，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他要去撕这个贴纸，他就必须具备一些协调的能力，还有他要把这张撕起来。有些孩子他连怎么拿，可能他都是握得不好，所以要去撕，你可能看他在哪里抠啊，抠不起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就是说音乐跟疗愈它的相关性就在这里，就是我们其实是借着音乐的任何大大小小的事情，来做一些跟音乐看起来没有关系的其他的部分的学习。对，所以包括你刚刚在讲的颜色的这个部分，包括数数，我会问你有几个，这个是数数的能力，颜色分辨的能力，包括他要来贴贴纸，这个东西都是一个训练。但是这东西我们都是把它跟音乐去做一个结合。每台写土机都有一个意义，每摆的练习，每如系训练先生因为研究的结果。认真经过一道测试，如何抵得声音那个身心情形很用呢？如果说一个孩子来，他可以看到这个拍，表示他有一个基本的能力了。对。可是我们可能会碰到的是，他连这样子的能力都没有。
他连看这个去拍都没有，所以我们就可能就是在那个之前的孩子，我们就会去做，就是带着他的手，就是带他的手去拍，就是不会去让他做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这时候就是会用唱歌的方式，就是说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乐器是可以制造出好听的音乐。那小星星真的很好用，所以我们就可以带着孩子唱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OK，但是有的孩子不一定可以这样子，对啊，他可能拍一下他就不拍了，那我们就让他很自由，就是随便他拍，所以我们就会用其他的乐器来跟他，就有的孩子他可能他没有，他还没有进入一个学习的状态，就像一般像如果说孩子可以让我这样手拉着做，就是他其实是已经有一点有意愿的合作，可是有的孩子是还没有进入合作，那其实这个跟一般孩子在成长上，一般的孩子成长上，他也是有经过这个，他要各自玩，他愿意跟你玩。对，喺训练线上嘅小解下，我对音乐爱乃有为基本嘅理解，我们嘅天爱嚟认识嘅条声音咧，看下原来呢练习情形。可能训练先生用嚟用音乐来带来疗愈一群声音嘅一方式，加设计提炼提较好嘅情形，用係用嚟呢？我也带没有一啲技术是得了，看下先咯。有听到冇？有提炼音乐嘅声诶，嚟看下先。为了创造机会，好本一群匹配的天使是得用音乐来吞咽高楼，故所以伊能之内公调合奏乐团。基本嘅伊能每位练习，也能靠下嚟弹看啊。你要想出很多不同的招数来教小孩，对不对？这样子混合各式各样程度的孩子在里面的时候，我在进行这个活动，我就要知道我在做这个部分，我要让哪几个学生做，我在做哪个部分，让哪几个学生做，然后当比较难的部分给比较困难的孩子做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这时候我给他们的目标只是参与，他做的好不好不重要，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是超过他的那个程度比较好的孩子去做比较简单的东西，我们的逻辑就是他做的是一个复习，对，所以这当中我们就会去看说，他在做这件事情。可以做没有做好，你就知道这孩子他的问题，可能他有专注力的问题，他有持续度的问题，或者他放空了。对，那一样，当他有一些问题出来，我们就会开始去判断说，到底是他本身注意力部分不是那么好，或者是因为有其他因素，比如说像有些孩子他对天气敏感，或者他身体不舒服，或者他因为今天有一些什么事情，对，那我们就会知道说这个孩子。我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要去盯他的哪一个部分，我要去雕这个孩子哪个部分，所以我同样这一批孩子在里面，同样在做这个活动的练习，可是每个孩子我会很清楚说，这个孩子我要他做到的部分在哪里。耶稣各位，也就声音呢，其实已经练过久诶。今日怕係因為愛來翕，故所以大家看起來有失敗緊張。哎，怎麼回事？我愛太早結束了，你也是。怎麼辦呢？只能從頭了，從頭再一次，專心，專心。國安，你需要看譜嗎？再一次，再一次。你不要。我跟你讲，你不要自己嗨起来，你嗨起来，你就会忘记要去做什么事情了。有没有听到？你要冷静，要很专心。好，来再一次，你要专心，不要嗨起来。
般的音乐老师他在外面教学生，其实他可以很轻松，他就翘着脚嘛，学生弹琴干嘛的。可是在这里面其实不是，是我们要一直去看着孩子，然后我们要去帮助孩子很多事情。所以其实你说对学音乐的老师，他要介入这一行，其实也有点困难，因为领域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还有一个，很多学音乐的其实家庭状况是不错，所以他的世界是在一个比较完美的世界。但是你一旦进到这里面，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不完美的世界。我在很早期那时候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就说他想接触，那我就说好，我说你先来看。结果他那一次来看的时候，我带的那个个案刚好他是一个很重度的脑麻的孩子，然后就流口水，因为他就是脑性麻痹的孩子，基本上就是说他的肢体部分是有去伤到，那可能有的是上半身、下半身、左侧、右侧或者哪边不一定，所以虽然都叫脑麻，可是问题是状况会不一样。然后那时候那个老师来看到是一个非常重度的，然后就流着口水啊，讲话虽然可以讲话，可是就是完全是口语不清。就那个老师他就吓到了，他说他回去他很长时间，他说他没有办法平复。那有些人他可能在这部分他会跨不过去。喺唔野蛮的世界度，行喺有人出心坚持，看到幾條小學的多多嘅進步，感上程度嘅應該如係評論幾條小學的太嘅而能嘅也愛。清楚，再一次，不要搶拍子，志鵬，再一次，請準備好，呼吸，踩下去，停，再一次。他们都把学生当作是个很正常的学生，我该要求就要求，对，而且他尤其像赵真祥，你怎么样怎样？那赵真祥他刚开始会生气，可是老师说你生气没有用，他的要求就是照一般的。其实看在家长，我们是感动的，因为他们老师把他当作是正常的小孩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说真祥蛮幸运的啦，我们可以遇到陈老师。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家长，在孩子毕业以后，还是要有一个不放弃的精神，继续的来带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我看到很多家长，特殊教育学校毕业以后，就让孩子到小作所，或者是到那些礼仪中心，好像就没有以前学生时代的那个憧憬了。我带我的孩子也是一样，我希望孩子每一天都有进步。3点1，1、2、3，1、2、3、4，好，来55，1、2、3、4。停，没有对到。55嘛，对不对？我讲55，在哪里？对呀，那你要吹下去啊！来，1、2、3、4，拉起手把米大大，1、2、3、4，那边更清楚，1、2、3、1、2、3、4，1、2、3、1、2、3、4。不是单单指音乐，就是学音乐了。因为有些家长会想说啊，来学音乐就是他很会弹琴，他很会干嘛，然后就上来去表演。其实我个人啊，就我个人，我觉得说在学音乐这条路上面，其实他学到的比那更多东西。对。那这些音乐带给他的，当然我觉得就是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然后在别人面前很有自信。但是其实，在学习的当下，他学习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像我刚刚讲他复健的部分，对，其实我每天带他去做复健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我做不下去？真的太无聊了。对，每天推，要不然就一直踩脚踏车，这样那时间半个小时我都觉得很难熬。可是后来来陈老师这边之后，他就是吹笛子。那笛子我说原本是觉得不可能，然后后来他就把手拿了口风琴，我说口风琴哪有可能啊？
可是呢，我相信老师，我觉得老师既然会提议，应该是他可以做得到。那我就让他试。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有困难的，因为他嘴巴含不住嘛，他那口风琴，你手又撑不住，所以他一定会脱离嘴巴。对，然后又太重，他也撑不起，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学这个。后来老师又说学陶笛，我说好，那就让他学。我操，老师肯教我都让他学，然后就在学陶笛。那也是学了一阵子之后，因为我自己有点看不下去，我觉得他太辛苦，因为陶笛又要撑高一点，他这个手有没力，就会一直抖，一直抖。我就说老师，我们放弃吧。对，但是我都会让他去尝试，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我会觉得说，就是有点像在做复健。那你真的达不到，那没关系，我们就换别的。对，那笛子，像笛子现在来，我就觉得很 OK， 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吹奏。那它最主要就是笛子跟钢琴。对，然后从中间嘛学习很多啦，就我觉得说不只是音乐这一块。我先前有谈过啊，因为练那一条曲嘅同爱跳的舞好上唱哦，我说系今年我能也身上，如系爱跳弗拉明戈嘅上，希望讲有基地团嘅合作，因为更加提练呢，如系要跳舞，我应该先来谈看啦。哇，老师好厉害哦！谢谢，大家很专业耶。对，看不出来是厉害特殊孩子，对不对？哎，之前听过一个录音是觉得是大乐队。结果只有4位吗？是超厉害的，而且其实他们演奏的曲子啊，都很适合跳舞哎，真的。所以我可以跟大家搭一下吗？我们让姐姐跟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好？好，要认真吹，从头哦，要认真要吹出声音来哦，不要吹错哦。训练先生像我按嚟講，我韓國人哋肯定會跳槽哦，所以我哋呢合作會成功冇呢，大家定定來看哦。一條小學嘅邊藝本誕上嘅韓國作業，充滿節奏嘅樂曲，編滿弗洛明戈嘅舞蹈，舞台一下，我哋相互當中演繹音樂，故所以一定強身。曾祥常常讲了，陈老师很凶，他回去都会，他最喜欢就是分享给奶奶，奶奶，我们陈老师很凶。那还有说我要跑掉，我不要学，又不会。这一点就是我们很怀疑的一件事情。我说那不要学好了，老师凶嘛，不要学。不行。他为什么？因为陈老师给他一个自信，给他一个成就感。这个其实是还是感觉得到的。因为我们的孩子都比较敏感。因为他可以感受到，他真的可以感受到。出来接触人之后，就变得很有自信。超有自信的。有时候我都觉得说，你那个自信到哪里来的？哦，好棒啊！对啊，然后就是对人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对。这2年下来，我发现对他的情绪方面的稳定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他也可以有一个团体能够参与，那么让孩子会有一个
归属感，他会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个成员。陈老师他，我觉得是蛮优秀的一位老师，因为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在这边，大多数都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孩子。那陈老师以那么大的爱心和耐心来带这些孩子，所以我觉得我是蛮欣慰的。今天我的孩子可以在这个乐团里面能够学习音乐，来享受这个音乐。也是我们在那个中国纪念堂音乐，所有台下的观众很多人都掉眼泪。说怎么可以表演到这么慢？那些观众感动，就是除了音乐方面的这些表现、这些改变啊，这些这么棒的呈现以外，还有就是我刚说的彩虹色，这些都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陈老师他都想的会帮这些小孩子想的很远，他会想办法说，这是有些什么工作，哪一个小孩是可以做的？他现在大概可以做，有小孩是负责清洁，有小孩负责收钱，有小孩负责付钱。都想得到的，他都尽量让小孩子去学习，他都会想很多很多的方式，想很多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对于陈群林先生同一群新年嘅成功，我看到嘅音樂嘅力量。做舞台外內嘅馮延輝先生，跳創人用眼神、手腳同舞台，帶領人行出傷痛，認識韓國深層嘅世界。無論係哪種方法，我都有感受到，原來藝術唔單止係藝術，而係做得過專業，甚至做得改變過多人嘅生命。